约翰一书第3章，恁想看的，爸偌认疼咱，互咱通称作伊的囝儿。事实嘛是安尼，世间人毋捌咱，因为因毋捌上帝。亲爱的朋友，现在咱是上帝的囝儿，将来会安怎，还未明显。毋过咱知，基督显现的时，咱会亲像伊。因为咱会看见伊的真相，基督是纯洁，所以对基督有一款仰望的人，为家己保持纯洁。人犯罪是违背上帝律法，因为罪是违背上帝律法。恁知基督显现是要除去人的罪，毋过伊本身无罪，甲基督保持密切关系的人，袂继续犯罪。继续犯罪的人，毋捌看见基督，嘛毋捌伊。少年朋友毋通受迷惑，基督是义人，所以实行公义的才是义人。继续犯罪的人属魔鬼，因为魔鬼对起头就犯罪。上帝囝显现的目的，是要破坏魔鬼的作为。对上帝生的，袂继续犯罪。因为上帝活命伫因内面，因袂继续犯罪，因为因是对上帝生的。对安尼，什么人是上帝囝儿，还是魔鬼的囝儿，真清楚。无实行公义，无疼兄弟姊妹的，毋是上帝囝儿。咱着三听，这是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。咱毋通亲像该阮。伊属邪恶者，有杀死家己的小弟，伊哪会杀死小弟？因为伊的行为邪恶。毋过小弟的行为正直。兄弟姊妹，世间人若怨恨恁，恁毋免奇怪。咱知，咱已经出世入魔，因为咱有疼兄弟姊妹，无疼人的，是踮伫死的管辖下。怨恨兄弟还是姊妹，就是杀人。恁嘛知，杀人的永远的活命无踮伫伊内面。基督为着咱牺牲性命，对安尼，咱知什么是疼。安尼，咱嘛爱为着兄弟还是姊妹牺牲性命。若有好野人看到兄弟还是姊妹有欠客，也无同情怜悯，哪会当讲伊有疼上帝？少年朋友，三听毋通只有用话，还是用嘴讲，着实实在在实行。对安尼，咱在咱属真理，咱若受良心责备，伫上帝面前，咱会当安稳自在，因为伊的心比咱的心搁较宽大，伊逐项拢知。亲爱的朋友，咱的良心若无甲咱责备，咱伫上帝面前就通勇敢，毋免惊。咱无论对伊求什么，拢会得到，因为咱遵守伊的诫命，伫伊面前做伊所欢喜的事。伊的诫命是安尼，咱着信伊的囝耶稣基督的名，嘛着照伊互咱的命令三听。遵守上帝诫命的人，踮伫伊内面，伊嘛伫因内面。对上帝赐予咱的圣神，咱知上帝踮伫咱内面。